各位聰友大家好，歡迎收睇聰友看世界呢個全新嘅節目，輝 Sir 陪你看世界、睇時事、論焦點。呢一集節目我哋同大家聚焦全香港現在最熱門嘅一個焦點，就係23條通過立法。好多年輕嘅聰友觀眾咧，你哋未必感受到呢條立法嘅過程啊，係幾咁辛苦。其實咧，早在香港回歸之初啊，呢一片空白咧就應該盡快填補嘅。但係一直以來咧，經過咁多年嘅掙扎努力，我哋香港終於喺琴日啊，我哋嘅特首講係26年零8個月嘅時間，艱苦嘅等待，終於填補咗呢個短板，填補咗呢個空缺。各位應該知道嘅係，維護國家安全呢樣嘢咧，就唔係話淨係中國獨有，或者我哋香港有與冇嘅問題。呢個係全世界任何國家咧都必須有嘅嘢嚟㗎。而事實上，我哋之前亦都同大家解釋過。維護國家安全咧，並唔係話要打擊任何人嘅個人自由，亦都係維護整個社會嘅穩定，同埋維護整個社會唔能夠容許，我唔敢講外國或者本國嘅勢力，總之任何搗亂嘅人，你都唔可以維護社會嘅安全咧，係做任何負面嘅嘢嚟㗎。嗱，我哋應該講嘅就係話咧，香港呢個社會，我哋本身係一個崇尚自由啊、言論自由啊、旅行自由啊、結社自由，由頭到尾我哋都冇受到任何嘅打擊。但係若果你利用呢一種咁樣嘅自由嚟破壞香港社會嘅穩定呢，咁就係好大嘅問題嚟㗎。事實上，香港上一次嘗試立法嘅時間呢，係喺2003年，轉眼都21年前啦。當時呢，香港就係經歷咗沙士，咁經濟環境咧受到好嚴重嘅打擊，廣大嘅市民咧其實係好多不滿情緒，卒之就有50萬人上街遊行。但係上街遊行咧造成嘅社會壓力，導致咗好多工作都冇辦法推展，包括我哋當時準備做嘅23條立法。23條只不過係中國嘅憲法下邊一個特殊嘅部分，叫做香港基本法，同埋一個叫澳門基本法。但係人哋澳門基本法咧，根據23條，一早喺2009年人哋就立咗法。咁澳門同我哋香港唔同噶嘛，我哋香港行嘅係 common law， 佢哋行嘅係 civil law， 即係佢哋有檢察院係根據證據辦事。咁澳門有咗23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嘅工作咧，不論係法院判案、檢察院搜證同埋呈交案件，同埋呢個司警佢去執法嘅時候，司法、檢察、判決，由於佢立咗個法，佢哋本身一定有完整嘅工作，有法可依。但係我哋香港咧，雖然我哋行嘅係 common law， 但係我哋完全冇證據、冇法律可依嘅情況底下，亦都冇辦法判咗一個完整嘅案。喺呢20幾年裏邊咧，香港經歷咗好多個風波，經濟嘅起起伏伏，特別係最近3年，我哋經過咗好大嘅疫情嘅衝擊。我哋香港人咧應該吃盡苦頭，亦都經過我哋完全喺國家空白呢一塊，完全國家安全嘅呢一塊啊，社會穩定維護嘅呢一塊完全空白嘅情況底下，2014年同埋2019年咧，我哋都經受咗2場。我唔想用正面或者負面嘅詞語啦，總之就成個社會咧出現咗好大嘅風波，出現咗2場大龍鳳。咁呢2場大龍鳳對於我哋成個香港社會究竟係有利定不利呢？唔使我講，大家心中有數。好多年輕嘅聰友亦都應該經歷過，大家應該都心照肚明，心知肚明呢，亦都係心照不宣。不過呢，現在有咗呢一個完整嘅法律系統之後呢，我哋香港就完全唔需要擔心啦。嗱，各位，我再講一次啊，呢個基本法立法隔咗呢20幾年之後呢，個分別在邊度呢？在於喺2020年，當時全國人大對香港基本法進行釋法，同埋有一個基本法附件3嘅補充，亦即是話呢，本來我哋香港同埋澳門作為中國嘅特別行政區，我哋有自己嘅基本法，我哋有自己嘅23條，我哋有自己去訂立法律，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嘅呢啲法律呢，係有我哋自己嘅自主權嘅。但係當時我哋咁多年一直都唔去做，咁結果就變成係由國家用全中國嘅維護國家安全法覆蓋到我哋香港。咁我哋香港喺2024年嚟立法個工作難度同2003年嗰次相比呢，其實就係多咗呢一個維護國家安全呢一個附件3。但係附件3對我哋係咪不利呢？而且呢個工作係咪不可以做呢？完全唔係。大家應該仲記得我哋之前其他節目大家都解釋過㗎。因為呢，根據附件3呢，香港嘅法官司法佢係由特首委任個別法官，針對維護國家安全、破壞社會安定嘅案件呢，係進行判決嘅，有特別嘅法官。然後我哋嘅警務處裏邊又加咗一個警務處嘅副處長，佢專門就係負責維護國家安全處。
另外喺我哋嘅律政司，佢裏邊咧亦都有一個特殊嘅維護國家安全嘅檢控科，就係有別於以前嘅刑事檢控科。咁佢所做嘅工作咧就專門針對呢一部分嘅案件。呢一系列嘅設計完全係不影響我哋香港成個以行政主導嘅政府架構去針對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嘅立法、執法同埋司法工作嘅。咁而家我哋主動權，我哋自己攞翻嚟啦。只要我哋嘅23條立法同維護國家安全嘅基本法附件3係不衝突的話，咁我哋根本就順理成章，甚至嚴格嚟講呢，我哋已經雙重保險。有個最大嘅好處就係乜嘢呢？我哋香港再講一次，我哋用嘅係 common law 普通法，係跟案例啊，所以我哋嘅任何判案、任何嘅現在有法可依啦，我哋嘅判決，執法者、司法者，我哋已經有法可依去進行判決，而呢個判決嘅案例呢，將會成為以後參照嘅樣本。咁情況呢，同其他國家呢就唔相同嘅。有啲國家呢，對於國家安全呢，由於佢哋係實施嘅民法，就按照證據嘅。有啲破壞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嘅人呢，佢哋嘅判決呢，可以係相差好遠嘅。咁但係喺我哋香港日後，我哋可以好有信心咁講，由於我哋係實施嘅係普通法呢，我哋一定係按照呢個案例去判決。而更放心嘅就係話呢，一直以來我哋已經有特定法官、特定檢控科、有特定嘅警務處嘅工作，所以我哋呢一點啊，由於23條立咗法啦，我哋更加主動權喺翻自己手上邊。各位嗱，唔好以為話有咗普通法 common law， 咁我哋就一定係按照案例係嚟判決嘅。世界上有好多大國呢，佢哋自己本身啊就真係講明係 common law， 但係佢喺執行維護國家安全反恐啊呢啲工作上邊呢，佢就未必完全係按照案例嚟判決嘅。我哋最典型嘅例子，其實就係喺2000年嘅時候，當時美國呢，就佢本身自己係好明顯嘅呢個案例，即係個判決㗎。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國家安全嘅判決呢啲咁嘅案例呢，佢從來就唔會應用喺涉及到美國人以外嘅法律嘅。咁即是話乜嘢呢？喺911反恐之後呢，佢處理咗阿富汗嘅案件之後呢，佢就捉咗好多佢哋自己講嘅恐怖分子。不過呢，佢就唔係喺美國自己本土，就喺古巴嘅關塔那摩嗰度呢，就建立咗一個監獄。嗰個監獄呢，就係可以囚禁你所有嘅呢啲佢懷疑嘅恐怖分子，進行各種形式嘅審訊。咁呢個審訊有咩好處啊？就唔喺美國本土，唔係按照美國嘅法律，亦都唔使參照美國嘅案例嚟進行判決。即係話我執法司法呢，係完全按照我自己當時認為係邊一個方法係啱就去做啦。咁呢種情況其實唔止美國㗎，其實呢，你話我哋歐洲國家呢，類似呢，我哋都見過，英國都有類似嘅情況㗎。有好多穆斯林呢，俾人哋懷疑佢係恐怖分子，就俾英國政府囚禁咗一段時間，審訊咗一段時間。咁但係呢一啲唔係執法嘅標準嚟㗎，唔係判刑嘅案例標準嚟㗎。但係人家一樣咁樣過，但係反而現在有人係反對我哋香港就我哋一做好完整嘅、好完善嘅基本法，俾我哋嘅呢個普通法嘅架構 common law 按照案例嘅判決嘅架構呢，反而佢大多批評。咁所以我覺得話呢，呢個對我哋香港係非常之不公平。而事實上而家香港從現在開始就睇我哋一步一腳印咁向前走，有咗立法嘅基礎，有咗法律基礎，有法可依，有辦法去執法。咁我哋餘下落嚟嘅工作呢，大家可以放心去做。只要你唔好存心不良，只要你唔好集中精神去做一啲破壞國家安全、分裂國家、維護社會安全，就唔好去破壞社會穩定嘅事情嘅話呢，其實我就唔覺得話23條立法對我哋係咩損害，反而俾咗我哋自己真正嘅主動權。所以我哋希望各位聰友好好珍惜呢一片咁嘅時機。嗱，而家香港經濟條件各方面嘅環境呢，其實一切都已經係準備就緒。雖然我哋係經過3年嘅疫情呢，對我哋嘅經濟造成好大嘅創傷，但係問題大家請放心，只要我哋有穩定嘅法律基礎，有雄厚嘅經濟實力，我好有信心香港好快脆就會重新騰飛。多謝各位，今次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記得留言、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更重要嘅係分享俾更多嘅朋友、更多嘅聰友，等大家一齊嚟分享我哋呢個節目，一齊睇睇更好嘅意見，等我哋嘅節目做得更加好。多謝大家。